来关心桃园的消息，桃园市为昨下晡点外开始，就湄洲地区开始咧失电，影响全市将近几万户的人家厝。暗时9:45分又搁停电，这是算第4摆啊，造成桃园中正路一带7000多户人家厝无电通用，远景都要去指挥交通。针对这点呢，经济部长王美花除了向这桃园停电用户会师的以外，嘛强调讲，机组应陆续安好啊，热天用电应该无问题。 道路的车流也算真多，边的建筑物交通号志煞规片乌冒冒，因为青帮白帮停电，就惊民众视线不好，警察赶紧来指挥交通。 刚一天内，伫咧桃园停电4摆，为下晡1点开始，就因为跳电，和青埔高铁特区3762户停电。下晡3点多，分别伫咧鼓山区、塘市新公路，佮因为郊外关系，佮压断线，和5000多户停电。上尾一摆停电，就是伫咧9:45分，青溪配电变电所佮跳电，或者要7045户受到影响。 台电赶紧来回师咧，讲因为电线过长，佮压线断去的关系才失电，会加强线路和设备损欠。不过即马这4月，真侪民众的烦恼，大天食电量多，敢讲袂阁停电。 退休的机组有一些是到5月才会回来，在因应这个夏季的用电的高峰我想在夏天之前，我们供电也都会稳定。经济部长王美花出席开会活动，嘛讲到供电真稳定，受到苏公山大地震影响，跳脱的和平电厂1号机总算回开，将整体供电人潮已经提悬，暗时备转率超6.21%，预计今仔日尖峰备转率达到10.26%。啊，随我哋控就职点要到，王美花嘛开始伫咧处理交接的代志。我们第一时间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新的部长那因为经济部的业务有非常重要的政策，但是也有非常多细节的工作要做。不过对于高级红团讲会接任国发会主委，或者是转任政府这件代志，王美花无讲受测，对用电的议题到未来走向，伊的答案拢受到大家关注。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